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Decrypt Channel，每周帶你解密加密世界。咁嚟到今個禮拜 Market Update 時間啦，咁首先睇下今個禮拜嘅股市，全球股市嘅漲跌幅先啦，可以見到係一片紅嘅，即係其實就係升啦，咁就由呢個滬深300去到呢個 S&P 500啦，出現咗一個反彈嘅一周啦，咁就係因為呢個 Trump 就鬆口啦，對呢個關稅。咁就係佢對中國嘅關稅亦都係有一個緩和啦，所以市場喺呢一個禮拜亦都係進行咗一個比較唔錯嘅反彈啦。你睇下係全球嘅股市都反彈嘅，恒生指數都係反彈咗2.74%。咁就滬深300就相對就差啲啦。咁 S&P 就係最犀利啦，反彈有4.59啦。咁都係一個樂觀嘅信號。咁就但係咧，雖然個股市係出現咗反彈啦，但係 IMF 嘅一個報告啦，即係國際呢個貨幣基金組織啦，咁就係佢哋個報告就認為咧，受呢個 Trump 嘅關稅影響咧，咁就佢就下修咗全球 GDP 成長率啦，由0.5即係下收咗0.5個百分點啦，去到2.8個百分點啦。咁咧就美國同中國啦，即係貿易戰兩個最大嘅即係對抗嘅國家啦，咁就係下調最大嘅幅度啦。咁就除墨西哥之外嘅，咁啊美國嘅 GDP 啦，亦都下收咗0.9個百分點啦，去到1.8啦，即係原本係2.7嘅。咁中國就下收0.6個百分點啦。咁就喺通脹方面咧，咁就維持對於2025同2026嘅通脹嘅預估啦，就3.5到3.0嘅不變啦。但係咧，美國同埋中國兩個國家咧出現咗較大幅度嘅調整啦。咁就上調咗美國通脹啦，亦都係，但係中國咧就係通縮嘅疑慮嘅，就大幅下調1.7個百分點去到0啦。咁啊可以睇下呢張圖啦，咁就係美國嘅一啲投行對於呢個關稅嘅影響啦，就可以見到，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見到個時間線啦。咁就係一個對等關稅啦，4月2號，跟住就去到5月啦。咁就係一啲行動嘅時間線啦。咁佢哋就預測係一個暑假夏天嗰陣咧，就美國會進入衰退啦。咁就係啦，呢個就係 IMF 嘅一個增長同埋嗰個即係 GDP 同埋呢個通脹嘅預測啦。咁就睇翻今個禮拜嘅股市先啦，咁就出現咗一個叫做先抑後揚嘅情況啦。咁就係特朗普嘅呢一個關稅嘅緩和之下，對中國嘅鬆口之下咧，咁都出現咗一定嘅反彈啦。成個禮拜嘅股市，咁就可以見到，即係佢對中國嘅態度係非常之關鍵。咁就債券啦，就債券就係都係一個先升後跌，跟住再反彈，再跌翻嘅過程啦，咁都非常之曲折嘅。但係成個禮拜嚟講咧，債券嘅收益率就出現咗下降啦。咁就係因為拍賣同埋呢一個大家對於市場嘅信心有翻一定嘅緩和啦，所以可以見到美元啊、美債啊、美股啊呢個禮拜都係升翻嘅。咁就美元啦，就呢個禮拜都升翻啦，美元指數。咁就金啦，金就最高差唔多去到3500啊，好誇張，3500，即係對呢一個關稅避險情緒嘅擔心去到一個峰值之後咧，就出現咗個回調啦。咁就有唔少機構話呢一次嘅回調就係一次技術性嘅短暫回調啦，就跌翻去呢一個叫做支撐位嘅地方。咁佢哋就好多機構認為都係一個值得買入嘅點啦。咁其實而家市場嘅不確定性都係好高啦，咁就大家 DYOR 啦。咁就 BTC 啦，咁就隨住美股嘅反彈啦，咁就係先過美股去反彈嘅。其實 BTC 係可以見到由85000啦，一夜反彈到95000啦，咁係星期六日嘅時候，而家就大概跌翻93000、94000左右個位置。咁啊，睇下今個禮拜嘅呢個 Crypto Bubble 啦，就久違咁出現一片綠嘅情況啦。咁就最勁咧，可以見到呢個企鵝幣啦。咁呢個 Trump Coin 啦，Trump Coin 係呢個9蚊升到16蚊啦，好勁啊！咁啊 BTC 啦，11.2% 啦，可以見到好多熟悉嘅身影啦。呢個 Sweet 啦，水幣啦。咁啊呢個禮拜相信好多人都覺得係牛回速歸啦，但係
我覺得就仍然需要持一個保守嘅態度，因為你唔知道 Trump 之後仲會出啲咩招去動盪個市場嘅。咁就係今日星期日啦，咁星期日就係個情緒有翻啲緩和啦，咁就跌翻少少啦，山寨嘅市場。咁就呢個 BTC ETF 啦，咁啊非常之大嘅流入嘅，咁啊拍得上24年11月嗰陣最大流入嘅一個禮拜啦，咁都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 Ethereum 就爭得遠啦，咁證明都係 Ethereum 嘅情緒同埋傳統市場對佢嘅信心都係未翻去啦。你睇下佢呢個禮拜嘅流入遠遠抵不過佢之前嘅流出。咁就仲有啦，咁就係呢個 funding wave 都，即係你可以見到呢個禮拜雖然佢升得勁啦，比特幣升得勁啦，就係爆升去到9萬嗰一日咧，就個 funding wave 係正噶咯。咁其實上咗9萬幾之後咧，個 funding wave 都係長期係個負嘅情況。咁其實好多人都喺呢個位都係唔睇好比特幣。咁啊，呢個 volatility 啦，咁就隨住升啦，有一個爆波啦，咁就升到之後就平緩啦，就冇出現呢一個3月份嗰個暴跌嗰個情況嘅。咁就呢個 Bybit 嘅情況都係穩定㗎啦，咁就流出咗1.64個 B，但係佢都係維持20個 B，咁而家排第3啊。咁就 liquidity 啦，liquidation 係啦，咁就 liquidation 就比特幣升啦，咁就係出現咗個空頭嘅爆倉。即係久違嘅空頭爆得多過多頭啊！咁就值得留意嘅就係而家最多爆倉力量嘅位置咧，就係93000幾左右啦。呢個位置有足多個人可以留意，即係莊家會唔會喺呢度進行一個洗盤咧？咁樣上下洗一洗先至衝咧。咁就呢個市佔率啦，咁市佔率雖然你見到山寨幣市場好似出現咗一啲反彈，但係咧你比特幣嘅個市佔率咧，一路向上升冇停過，上個禮拜62.8，而家63.4，冇停過，一路都係上升區間嘅。咁值得留意嘅會唔會係會去到差唔多好似之前幾年前咁樣係70左右先至會跌翻去到一個山寨季咧？咁都唔知有冇山寨季㗎啦，咁都要 DYOR。咁啊，恐懼貪婪指數啦，咁其實就上翻呢個中性嘅地方啦，咁就唔係恐懼啦，咁都好啦。咁之前係10幾，好誇張。但係咧，即係我啱先都講啦，即係呢個山寨幣咧，即係對比比特幣咧，都係差嘅16嘅啫。咁其實山寨幣嘅空間都係好大咯。咁我哋嚟睇一睇新聞啦。咁我哋今日第一條新聞啦，咁就呢個 Coinbase 變身呢個加密銀行，即係考慮申請呢個美國銀行嘅執照啊，即係穩定幣嘅新法案都同步推進緊啦。咁就考慮緊申請銀行執照啦，即係就可以好似銀行咁吸金放款啦，但係都會受到更多監管。咁其實已經擁有銀行執照嘅數位資產銀行啦，呢個 Antray Digital 已經俾國土安全部呢個洗錢啊、金融犯罪調查小組盯上啊，咁唔係咁易嘅。呢個 Paxos 啦，已經係2021年已經有認可啦，呢個 Circle 都跟進緊啦。咁都有2個法案進行中啦。咁啊，穩定幣透明與責任法案、穩定幣創新推進法案，咁呢重點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咁其實即係除咗傳統嘅機構向crypto 買啲 crypto 嘅資產之外咧，推出一啲 crypto 資產之外，呢加密嘅機構咧，亦都係積極咁融入呢個傳統市場，去攞到傳統市場嘅資金啦。咁其實都係長遠嚟講都係利好嘅。咁就 TrumpCoin 啦，咁就有個消息就係，即係 Trump 點解升得咁犀利啦？呢隻幣咁就係話Trump 幣嘅持有者咧，就有呢個晚宴嘅機會，就前220名就受邀同 Trump 嘅共進晚餐，咁所以就升得好犀利啊！咁啊，全球最獨家邀請啊，5月22號呢個就係官方拉盤，即係至少有1枚嘅 Trump 啦，咁就要前220名啦。咁應該啲有錢佬都幾有興趣啊，因為你同 Trump 晚餐咧，佢話唔定喺佢口中即係洩漏咗啲官方嘅機密，你真係攞到啲消息嘅話，你即係一個 trade 都發達啦。
咁啊持續鎖倉啦，就 Trump 時代剛剛開始啊，大家即係 DYOR 啦，但係即係 Trump 嘅在位時間仲有4年啦，呢個幣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做 short 嘅話就盡量就唔好亂嚟啦。如果唔係佢一講嘢一拉盤就爆倉啦。咁啦，就今個禮拜啦就反彈啦嘛，就話佢認爽啦，就美股連2日大漲啦，比特幣已經晉升咗全球第8大資產，咁就去到1.86兆嘅美金啦，咁就第8名啊而家。咁就主要係話啦，美國願意喺5年內逐步降低對華關稅，即係談判結束咧，中方就話做得好好，但係中國咧佢就話就冇傾過，冇應承過。即係周三啦，貝森特都話啦，雙方有望達成一個重大協議，好多變啦，個個話佢咁係好多變啊，搞到個市場好嘈。咁就最新嘅呢個聯準會嘅褐皮書啦，就多個地區嘅前景大幅惡化啦，因為都係關稅嘅問題啦。咁其實因為你關稅加咗價格咧，都係轉嫁俾消費者。係啦，Trump 就大漲40%啦。我哋繼續睇下個新聞啦。咁就呢個 CME 推出呢個 XRP 嘅期貨啦，咁就為呢個 XRP 嘅 ETF 鋪路啦。咁可以睇翻啱先嗰個圖 ，XRP 都應該都升得唔錯嘅。係啦，咁證明呢個即係越嚟越多呢個期貨啦。BTC 啦、ETH 啦、SOL 之後啦，第4種加密貨幣嘅期貨。都期待 XRP 嘅 ETF 啦。咁就呢個 Tether 啦 ，SoftBank 領軍嘅比特幣公司啦，呢個 21 CP 嘅股價3日就飆2倍啊。咁就佢使用嘅呢個空白支票呢個 Cantor Equity Partner， 就呢個股票代碼 CP 啦，咁就自4月22號收盤以來已經上漲197%。咁就 CP 嘅初始投資人咧，包括呢個 Tether 啦，即係 USDT 嘅母公司啦。咁就呢個 SoftBank 啊，就軟銀啊，好出名嘅呢個 VC 啦，即係阿里巴巴嘅天使投資人啦。咁就呢個 Bitfinex 同埋呢個 Carter Figueres， 咁就佢就直接轉入呢個31000枚嘅比特幣，以換取新公司嘅股權，好誇張。咁就交易完成之後，Tether 呢個投票權就高達51.7% 啦。我通過咗一系列嘅資本操作，咁佢就會成為呢個全方位比特幣公司啦。咁就係 Strategy 嘅競爭對手啦，就係話已經大漲差唔多3倍啊，好誇張。即係呢隻股票，大家都可以關注下。咁就最後一個新聞啦，就係聯準會放寬呢個加密貨幣監管需求啦，撤回銀行相關嘅指引，釋出呢個監管新信號。咁就都反映咗呢個監管機構對加密資產嘅風險評估嘅持續推進啦。咁已經撤回咗2022年嘅加密通知要求啦。咁2023年穩定監管流程咧一併取消啦。咁就3大機構共同撤回加密聲明。咁已經有好多監管彈性啦。咁佢就話放寬唔等於放任咯，就靈活啦。咁就非常之期待啦。之後監管放鬆咗之後，對於呢啲加密機構嘅一啲利好啦。咁就今日嘅 update 到呢度結束啦。大家好，歡迎嚟到 Decrypted Channel， 我係你嘅區塊鏈解密員 Trev。今日呢一集，咁你嚟個雙線故事，一邊係中國唯一官方認可嘅公鏈 Conflux， 另一邊係 AI 模塊化鏈界嘅新貴，估值高達20億美元嘅0G Labs。呢兩位主角冇睇名爭好遠，其實私底下關係可唔一般。嚟吧，一齊嚟解密第一章 Conflux， 一條嚟自中國嘅高性能正經鏈。你以為中國唔搞公鏈？錯咗。Conflux CFX 係中國政府點頭嘅寶貝加多。佢有幾能打？技術方面，樹圖 Tree Graph 共識混合 PoE 1 PoS， 直接拉滿效率。4 0 TPS 1分鐘內確認交易，比比特幣
同埋以太坊快出一個世代。雙空間架構 Core Space 你可以唔持幣，亦都用 DApp。咁呢個係 Converse 嘅代付功能。eSpace EVM 兼容 Ethereum 嘅嘢直接搬過嚟，工程師謝天謝地，唔使重寫啦。仲有乜嘢 NFT DeFi 玩得好溜，交易費只要1美分，同中國電信、清華大學合作，仲曾經同麥當勞中國、LVMH、CCTV 一齊搞 NFT 活動。喺湖南、上海政府搞數位人民幣試點，讓人直接喊一句：你唔火邊個火？不過呢，佢嘅代幣 CFX 從高點1.71滑到而家嘅0.07，跌幅95.8%，呢種跳水連火箭隊都要服。咁重點嚟啦，呢啲人才去邊啊？第二章靈芝從 Conflux 長出嚟嘅 AI 鏈啊，呢個唔係宮廷劇，但係劇情確實好刺激。當 Conflux 嘅幾位創始人，包括 CTO 吳明、CEO 龍帆，突然轉頭搞咗個新項目，叫靈芝 Zero Gravity， 圈內震咗一下。靈芝係乜嘢？一條模組化 AI 公鏈，主打幫助 AI 上鏈、去中心化訓練、推理、存儲，一條龍，估值直接嚟個20億美元天價，仲未 TGE Token Generation Event 就搞定咗2.9億美元融資聲量，震撼力直追 OpenAI 鏈上版。更驚人嘅係人馬一樣 Conflux CTO 技術骨幹甚至核心團隊都喺度靈芝出現。資金互聯 Conflux 唔單止投資咗靈芝，仲攞到咗部分靈芝代幣。社群反彈 CFX 持有人怒號：你哋唔搞 Conflux 跑去搞靈芝，咁我哋個幣點算？結果官方出嚟開 AMA 直播說明，呢個唔係跑路，呢個叫資源分配、戰略協作。仲話靈芝強咗 Conflux 都係有沾光。呢個時候我哋只能夠講一句，真會話能當公關總監啦。第三章我哋該點睇？等我哋冷靜分析一下 Conflux 嘅優勢。中國唯一合法公鏈，政策門票，技術穩定啊，商業落地多，同政府央企有真實合作，但係亦都有問題，價格低迷，團隊注意力分散，市場信心喺度動搖，尤其是睇到靈芝飛咗啦 ，CFX 仲趴住。靈芝嘅優勢，概念性感 AI 211區塊鏈嘅雙熱點，背後有 VC 金主撐腰 ，Hack VC、OKX、Animoca 等，技術團隊強，幾位 Conflux 出嚟嘅博士打底，但係風險亦都唔細，真正嘅產品仲未落地，估值高得驚人，社群透明度有爭議，代幣分配不明。PR 講話太天花亂墜，容易翻車。結語呢個係一場平衡鏈宇宙嘅實驗。總結一下 Conflux 同埋靈芝呢一對鏈界兄弟，一個手握政商資源，一個劍指 AI 未來，一個好似係喺度努力扛起中國區塊鏈嘅大旗，一個好似係初創圈裏邊嘅風口浪尖玩家。你問我要唔要投？我話呢兩個都屬於高風險、高技術含量、高話題性嘅選手，但係都冇唔記得靈芝係概念股，仲未跑起上。Conflux 係價值股，唔好俾佢死喺歷史嘅 fan 車3點上面。如果你係鍾意做早期判斷、擁抱風險嘅老韭菜，呢場 Conflux 同埋靈芝嘅雙線發展大戲值得你追。我哋 Decrypted Channel 下週繼續帶你解密區塊鏈最深層嘅謎題。訂閱、點讚、轉發就係俾我哋最大嘅支持。好啦，今日我哋就睇下 AI 嘅龍頭 Render， 都係睇翻幣安現貨圖先。嗱，釐清翻先，我哋講睇邊個交易所嘅圖呢，就唔係去推薦某一個交易所嘅，純粹係佢嘅圖表喺 TradingView 上面比較清晰啦，係啦。咁我哋就唔推薦交易所嘅，係呢個分析內容。OK， 咁 Render 佢喺大週期嘅支撐位咧，係開盤價嘅高點啦，去到歷史低點啦，拉出嚟 Fibonacci 0.786啦，
3.8毫二，同埋 Fibonacci 0.618去到0.66，即係價格係2.5去到2.175啦。咁暫時個周線圖咧就顯示喺過往嗰幾個星期就跌破咗0.786，即係啱講嘅3.8毫二。咁支撐咗啦，咁就喺0.66，即係2.5附近就受到支撐啦。咁就重新企翻位0.786，即係3.8毫二嘅。咁佢就有一個類似係打破跌破跟住回收籌碼價格行為啦。咁阻力位咧暫時係2024年12月高點去到最近4月嘅低點拉出嚟，Fibonacci 0.618去到0.66，即係7蚊去到6.5附近，同埋 Fibonacci 0.382即係4.5附近。咁目前咧就喺0.382即係4蚊半附近嘅支撐，咁就受咗就盤整啦。咁我哋其實可以關注佢可唔可以突破，然後企穩翻喺上方完成一個反轉咧，繼續向上攻嘅。咁如果 OK 嘅話咧，個目標就係 Fibonacci 0.618去到0.66，即係7蚊去到6.5附近。咁我哋咧就可以喺嗰個區域嗰度咧就進行一個減倉嘅動作嘅，即係前提係你本身即係我本身手上有現貨先可以喺嗰個位減倉啦。OK， 咁就價格重新翻去大周期嘅0.786啦，即係3.8毫二，就可以留意翻會唔會有唔錯嘅多頭反應啦。咁就綠色箭嘴路徑嗰度嘅，咁可以喺圖表嗰度啦，以幾個以前嘅高點同低點嘅支撐啦，用射線連接去參考啦。嗱，即係綠色個趨勢線，你見唔見到啊？係啦，呢度 OK。咁如果若嗰個價格咧再次觸碰個趨勢線啦，咁佢疊加大周期嘅0.66去到0.618支撐啦，咁我哋其實係可以按照價格行為去建倉嘅。嗱，白色箭嘴路徑嘅。咁周市 RSI 咧企翻喺0.786，即係3.8毫二支撐之後咧，其實交叉向上喎。咁啊 MACD 嘅空頭量能處啦減少啦，而家準備好似金參嘅狀態啦。咁係啦，日線啊企穩，突破咗啦，咁啊企穩翻 EMA21同埋 EMA55啦，脫離咗單邊空頭嘅趨勢啦。咁暫時我自己覺得佢大機會會橫盤整住先咁樣嘅。咁如果你話我手上如果現貨唔夠，咁我喺邊啲位會再買啊嘛？我就3.8毫二啦，2.5啦，2.2附近啦，綠色趨勢線咧，我自己就會再繼續入貨嘅。好啦，睇下呢隻 Sonic， 咁啊以前係 FTM 嚟嘅，咁都係參考翻班人士嘅現貨圖啦。OK。咁佢 FTM 改咗名做 Sonic 之後咧，佢幣安上市圖表上面規律咧，其實佢係雙體震盪嘅。咁下方支撐位0.4去到0.37啦，上方阻力位就係8毫子去到9毫二啦。咁同埋短線嘅潛在阻力位咧，就係最高點去到最近4月7號嘅低點拉出嚟 Fibonacci 0.5啦。咁即係價格係6毫一附近啦。咁呢個係前兩個高點嘅位置嚟嘅。咁暫時日線睇到突破咗 EMA21 同埋 EMA55啦。咁如果佢可以keep 住企翻穩喺上方，咁就會形成咗兩條金叉。咁有機率就會複製翻2月嘅快速單邊上升。綠色個路徑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係啦，就喺呢度啦。咁上方目標位咧，除咗0.5，即係價格喺6毫一附近嘅阻力之外咧，咁仲有個0.618去到0.66嘅區域喎，咁即係7毫一去到6毫8附近嗰個雙體上緣嘅阻力啦，就係喺8毫子去到9毫二附近嘅。咁如果成功突破咧，咁我自己就覺得，佢係比較樂觀，可以大機會有一個新嘅上市空間，往上去進行 price discovery 嘅。咁個 RSI 喺之前嘅價格觸碰低點支撐嘅時候咧，有啲背離咁啦，咁佢咧形成反彈去到而家喎。咁 MACD 暫時係金叉開口向上準備穿上去嘅，咁嗰個多頭量能柱咧就放大緊嘅喎。咁喺價格形態結構上面咧，佢嗰個價格嘅形態其實就比較清晰明確啲啦。咁相對其他嘅 altcoin 嚟講咧，佢又容易啲操作啊。大家如果有睇過我哋之前嘅podcast 都會知啦嚇，都講過乜嘢係叫做相對嘅風險啦。OK， 咁可以如果唔知嘅可以睇翻係啦。咁我自己就咩買點咧？咁4毫啦，去到3毫7附近啦。咁同埋佢企穩咗0.6125呢個水平阻力嘅上方啦。咁我自己都係會再加啲現貨落去嘅。嗱，
講明先啦，啱啱講嗰啲咧係我自己啲鳩噏筆記嚟嘅，咁就大家千祈唔好跟喎。好啦，就咁先，拜拜。